香港我見得太多啦，好多長者去到70、80歲，仍然要出嚟做康間、做倒垃圾、做執紙皮。唔係咁多香港人咧可以儲到足夠嘅本錢，例如係大概1000萬啦，喺香港過一個安逸嘅退休生活。然而我哋非常幸運，鄰近嘅城市包括深圳啦、廣州啦、珠海啦、中山啦，又或者惠州呢啲城市，非常適宜我哋香港人移居過去，過一個輕鬆、開心、快活嘅慢活退休生活。而相關嘅退休成本就可以大大降低，由1000萬大概去到400、500萬。所以如果你識計數嘅話，你就會積極考慮將你部分嘅資產透過若干嘅年份去碌大佢，例如係一啲安全且穩健增長嘅資產配置計劃，由100萬或者50萬，透過若干嘅年份去碌到300、400萬甚至500萬，再配合上，如果你去到65歲夠資格去向一啲相關部門去申請一啲生活津貼嘅話，到咗退休嘅年齡，你所參與嘅一啲資產配置計劃，每年都可以帶到俾你一啲被動收入，再加上相關部門每個月派發俾你嘅一啲生活津貼，如果計掂數嘅話，呢啲就係你退休生活嘅本錢。所以預早10零20年去規劃你嘅退休生活，一啲都唔過分。當你覺得你仍然年輕嗰刻，呢個先係最關鍵嘅決定時候，真係唔好到你話下年紀慢慢大啦，機器壞啦，賺錢嘅能力亦都可能冇年青嗰陣時候咁犀利啦，嗰刻先去憂慮退休之後點搞呢？錢從何來呢？到嗰刻就會比較迷茫。從今天起開始有個新嘅認知，就係為20年之後嘅自己開始做好一個資產配置嘅計劃。呢句說話非常老土，但係我都係要重申一次，未雨綢繆總好過臨渴先掘井啊！我係香港占記，期待可以喺退休嘅計劃上面與你同行。